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3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第巴黎举办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大会，第昨天正式宣布讲，咱台湾即马已经列入 DJ 的非疫区国家，认证咱台湾无非洲 DJ、无口蹄疫嘛无传统 DJ， 咱台湾即马是亚洲唯一无三大 DJ 的国家。民国59年，防疫人员伫家己的饲猪场加堵自有放射，是为了要防止毒剂，也就是讲，咱国内用疫苗防疫毒剂已经55档。目前猪只除了可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以外销，为国家赚取很多的外汇。不过防疫的这条路是正长，上尾下变的是民国94年发生伫咧彰化，尾下就无搁再确诊，110年全面启动检测。112年7月，都全部拢无搁注疫苗。继当年，搁再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提出非疫国家申请。经过1年多，20伫巴黎的 WOAH 大会，摕到非疫国修正。我们做到了忌口蹄疫扑灭、非洲猪瘟守住。我们今天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颁发给我们传统猪瘟清净的证书。台湾成做亚洲唯一无三大毒病的国家，农业部讲这是三管合作的成果。我们秉持提供国人优质健康的猪肉，未来一定让世界看得见台湾。不过防检署也讲，伫以前日本也败败伫咧毒瘟非疫国家，不过2018年病毒国开始传无控制掉，而被除名。所以，咱来继续杜比疫苗来应用，万一病毒国开始传，才有法度防止大流行。WOH 也给了2年的时间做观察，那两年期间，如果说清楚，其实它还是可以认定。养猪协会讲，国内检测野猪、山猪拢无发现病毒，所以要收掉这个得来无容易的成果。除了猪农继续做好自我防护，也希望政府维持伫咧边境把关的强度，莫互境外病毒有入侵的机会。咱来收掉亚洲第一甲唯一的成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完全无 DJ 这条路，有影是真无简单。继续关心咱国内即马新冠疫情是长得牙悬，不过民众是拢怨讲买无快筛试剂。卫福部长邱泰源昨天有公开会示例，嘛表示讲伫即礼拜会赶紧补货，先补60万剂，后礼拜会当阁补120万剂。也疾管署是表示，目前公费的抗病毒药啊，拢抑阁有风险嘛有，鼓励民众紧去注意风险。民众走药局买快筛买无，面对国内疫情阁压起来，家用快筛煞歹买。卫福部长邱泰源29早起对铺货卖付会示例，表示已经加紧处理。抱歉，因为这个生产铺路的一个过程，所以差了1-2天。这个礼拜可以说厂商日以继夜，会铺到大概60万剂，那下个礼拜会铺到120万剂。目前新冠快筛已经第3大超商铺货，邱泰源表示会陆续扩大到第4大超商加连锁药局，一定后礼拜铺货量会有120万剂，是预估病症人数的几落倍。只是卫福部的相关政策，煞引起基层药师协会批评。单点的社区药局是占了近80%，连锁只有2%。当在发快筛的时候，又是我们社区药局作为防疫的尖兵。可是当这个缺货的时候，快筛就先给财团去贩售。那快筛歹买，新冠药物嘛传出有欠货，不过疾管署批货，既然欠药不是事实。公费抗病毒药物的库存配置后期目前拢真充足，无问题。第一线最常使用的口服药物 Paxlovid 贝拉维的部分呢，目前存量还有40多万人份，而且有1500多个配置点，不管是供应或者是调度，还有配送的部分都没有问题，所以并没有缺药的状况。疫情快速压起，也互民众注新冠疫苗意愿增加，2一天超过15000多人注射，创下今年单日的新高。疾管署也表示，公费疫苗库存充足，也有308万多剂，鼓励民众会当踊跃注射。
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头早暗拢感觉较凉。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中部以北、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20度至22度，ยิ่南南部地东是23度至25度。日时呢，雨着会落较厉啊，高温会阁回升一寡。ยิ่南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度至28度，中南部高温有29度至32度。乡亲爱说二山区同款还阁有局部短暂阵雨。按算下半天天气就会转稳定。ยิ่南明仔载5日节天气阁较稳定，只有花莲、台东山区过道有阵雨，其他所在伫明仔高温拢有30度左右。ยิ่南中南部温度阁较悬，高温有36度。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伫连假的期间，台铁有加开115班车，高铁有加开132班车。ยิ่南高速公路路南上届台的是今仔日，上北上届台的是礼拜日。5日连假来啊，台北车站的台铁甲高铁列车入口已经提前出现民众，赶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要出去佚佗，还是返乡，想要避开连假第1日的人潮。刚好有人退票，很幸运，然后我们又买到这样，本来是没有票的。今天可能人没有那么多，这样先趁着那个人潮少的时候出。针对5日节连假疏运期间，台铁甲高铁有估会载送大约540.1万人次，伫单日高峰运量预计比去年成长。伫疏运期间，台铁会全线加开115个加班车，高铁加开132班次。只是台铁后个月23就要起票价，台铁研究花东专属优惠措施。相关会当有95折，却有部分民代批评优惠无感觉。交通部长陈世凯出面讲话。其实我们尊重台铁公司的规划哈，过去几十年来，其实花东的乡亲在这个车票的票价上面并没有特殊的优惠，那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哈。很感谢大家的建议啦哈，然后我们都会通盘的考虑、通盘的检讨。另外，伫国道部分，离到下昼的国道1号也已经出现车阵。高公局有照即摆5日连假，南向上大量会落伫连假的第1日，南向交通量有6600万车公里，北向上大量是伫连假最后1日。连假第1天，也就是南向的尖峰日，行驶西部国道的驾驶建议在上午6点前或是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那要行驶国五，则建议在凌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5日连假拄到新冠疫情升悬，那相替加强清洁消毒。交通部长陈世凯向民众发声，在公共运输工具也是人济所在，尽量挂喙安，做好防疫，维护健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明仔载5日节，毋若爬龙船食肉粽，古早人搁甲即天号做五毒日。伫台南的湾里，即马就有一项超过1家子的传统，当地的超风市的乡青草仔茶和民众结缘，内底有13味草药啊，拢是照佛祖的指示落配的。连续1礼拜，免费分予乡亲，食平安，啉体会。10几项药材救乌糖，用大火落去行，庙方工作人员透早5点就开始无闲试试，主要就是咧顾这5鼎青草仔茶。规定了嘛，甲人工落去拉，讲安尼青草仔芳贵才会出来。等2点钟，青草仔茶总算下好势，一天分5梯次，有些民众伫庙埕等要包顿去啉。这是台南湾里南岩超风市超过1家子的青草仔茶，二口正式起锅。啊，放假出来摕，啊，出来食平安的。逐当都拢会晓食好，身体健康安尼啊。我最近迄病毒最严重咧，该欢乐喝时都来食的，来啉来排队这就对啊。系啊。啊，药头遐1点钟，药这遐1点钟，拢总就反正就是2点钟。现在遮久啊？安尼控伊咧青草毋知迄个味控解出来，迄个精华。迄个精华控解出来啊，系啊。经过了解，这青草啊，拢是因专工去台东花莲厝的，嘛是照佛祖妈指示落去夹，拢总采2吨外回来，先经过日头晒，才个过煮，会有这个传统。主要因为早期医药费贵，真侪信徒无法度负担，就买只演变做庙方乡青草啊结缘，分予大家啉，故来形成地方文化。较早较济工啊，较早拢10外工，即嘛厝较少，拢8、9工尔。阮拢一向伫端午节进前，嘿，就是迄个热甲冷的天气，哦啊，
因为端午节是一个除百毒的节日嘛。香菜草啊是原理限定的风俗，原理这个庄头内就有3间庙宇，有这个地，这菜草啊香传千里，嘛代表一份代代相传的好心意，拢是志刚甲在地客家无私奉献。那超风时会连续1礼拜免费提供给大家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家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总统赖清德提出健康台湾政策，要拼降低癌症的死亡率。健保署按算伫6月份开始，要扩大肺癌、大肠癌、脸癌、卵巢癌用药的给付，今年会投入超过45亿，嘛会有超过4000个癌症的患者受惠。来看联合报。纯卵目前纯卵内底有礼物这款机器，真侪所在拢有。即马是传出，竟然这卵内底藏的是限制级的佚佗物仔。有议员就表示讲，民众拢找无政府部门通检举。那即马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要求商业处爱去稽查。新北的经发局讲会建立下局处的来通报机制。来看中国时报，中委会主委邱水正昨昏伫立法院表示，目前当地研议修法，要甲所有去中国香港、澳门的公职人员，包括基层的人员，拢爱纳入管理。中国国台办讲，去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要做因的靠山。因那中委会主委邱水正嘛表示，若是甲台湾艺人当作是家己人，安尼中国就无应该要求因爱表态。另外，之前嘛有中国学者讲，台湾即马少年家拢真介意用小红书，用 APP 来治理台湾，可能会更较简单、更较紧。因那中委会即摆是回应讲，伊嘛怀疑小红书有统战的记录，嘛强调有必要对法制面来规范。陆委会最近查出有可能和中国党政军合作发文政治表态的台湾艺人，包括欧阳娜娜、黄安等人。中国各台办说，趁机会声援话讲14亿的厝内人是恁永远的靠山。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听了是笑一个。在特定时刻转发相同的图贴或是共同的言论我们不太相信这是自发行为。我想你们相信吗？真的是把我们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视为一家人的话，那就不应该在特定时刻要求他们政治表态。网络的红人馆长陈志涵表态讲要去中国做和平大使。邱水正讲，因为伊是一般的国人，无需要政府的许可，嘛敢若会当甲祝福。但是因为进前中国配偶武统的言论，为了反制中国利用民众违法当局的主权，立委提案修正两法条例，希望明定言论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界线。发表支持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或支持中国对台军演，这样有触法吗？我们还是要了解他背后的动机。没错，主委，我以为你是国安局啊，你是陆委会啊。这个危害中华民国存在或变更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鼓吹武统台湾，鼓吹用武力的方式来侵略台湾。像这些嘴巴讲就可以啊！进前中国有学者指出讲，台湾的少年人介意用小红书，用 App 治理台湾是更较简单，这嘛互陆委会关注警戒。我们也呼吁各级学校应该对于使用这类的这个 APP 应该要有一个识读方面的提醒。在你们的定义里，小红书这样子的社群平台是统战工具吗？我们一直有这个高度的怀疑啦。陆委会强调，一直有和相关主管机关讨论，接落来进一步对法制面去规管。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台海的局势有较紧张，中国的海警船就超故意甲 AIS 系统关掉，来扰乱咱金门甲东山海峡。总统赖清德昨昏有专工去家人勉励海巡，嘛提醒海巡人员爱提高警觉。另外呢，还有一对姓寇的兄弟啊，即马专门咧吸收欠钱的阿兵哥来探军事机密，结共有8人互判刑，上重的互判10年有期徒刑。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美国国防情报局提出世界威胁评估报告，讲中共夺取台湾离岛做军事选项，透过无明确的所在侵扰破坏台湾对金门马祖的主权，进一步夺取控制权。中共海警船即阵故意关 AIS 自动识别系统，连续侵扰金门东沙海峡，引起关心。目前这是个新的形态吗？
从上一次的军演以来，我们发现是计划性的在做这个动作。总统赖清德29缅甸海巡第2巡航区指挥部守备范围为富贵加到3条角，有133公里长。虽然有换伫雷达系统协助侦搜，不过可能也是有出现扫袂到的压角，所以海巡建伫20多台机动雷达车来弥补。另外，将金马片分署经济中心主任曾宗辉更入强调案，赖总统嘛提醒海巡爱提高警觉。各位每日所现的日常平常的工作内涵，可能就是有心人士珍贵的情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大家要提高警觉。中共对台渗透，那锁定海巡嘛吸收国军官兵，一对4块兄弟啊去互因吸收。等来台湾了后，涉嫌发展组织，透过断点啊诱拐有资金需求的现役军人，刺探军情，包含陆海空军也有海巡署，拢总有8个军人涉案，分别互人判2年6个月至10年2个月。在网络刊登军人接待广告或找当铺业者合作，吸收贿赂蔡姓男子等8位，涵盖各军种之军人交付军人身份证、饗条及在军营偷拍或夹带军事机密等犯行明确。对于发展共谍组织的人，应该给予最重的惩罚，甚至于呢，我个人认为不排除以唯一死刑都应该哈。4个兄弟啊，分别互人判7年10个月加7年4个月。王定宇表示，台商去中国做生意煞变强谍，已经毋是头一件。不过因的刑度比军人较轻，应该透过修法增加刑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南韩大选提早登票，头一个投票率即马是出来也要换2成，创下新高。3个主要的候选人拢已经完成投票，也若进步派的票仓投票率超过3成，颠倒是保守派票仓投票率无够2成。一早起，首尔江南区的投票所外口就已经有真侪选民排队等咧要投票。这么经济摆政治动荡，选民拢希望会当选出一位带国家行出黑暗的总统。 이 사회 혼란을 좀 질서를 잡아줄 수 있는 그런 강력한 지도자를 원해서 투표를 했습니다. 차별 없는 사회가 될 수 있는 그런 사회가 되기를 바랍니다. 소망하고자 이제 사전 투표를 하러 왔습니다. 2天的提前投票，29正式开始。全国总共有3568投票站，开放民众伫咧拜四、拜五2天，早起6点到暗时6点投票。南韩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第一天已经有869万外人投票，投票率19.58%，创提前投票实施以来同款时间的上悬纪录。 比顶一届2022年总统大选第一天投票率17.57%加真多。 반드시 투표에 참여하셔서 이 잘못된 결과를 빚어낸 내란 세력에 대해서 엄중하게 강력하게 심판해 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만약 안 해버리면 전체 투표율이 낮아지기 때문에 상당히 문제가 있고 우리가 불리해지기 때문에 일단은 제가 먼저 투표를 한 겁니다. 南韩戒严之乱结束，前总统尹锡悦被暂时下台。南韩的总统大选将会伫咧6月初3，也就是后礼拜2举行。29日提前投票第一天，被看作是保守派票仓的大邱，投票率只个呢13.42%，庆尚北道也只个呢16.92%。因那进步派票仓的欧南地区，投票率是全国上悬，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加广州拢超过3成。 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以色列封锁加沙走廊3个月过后，即马总算同意要放人道救援物资送入去内底。当地人伫遐是真可怜，因抢粮食、抢物资造成死伤。联合国即马嘛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拢无透过人道组织去分，煞家己去发放物资，颠倒互遐搁较乱。 以色列伫10天前结束对加沙地区长11个月的封锁，加起来500多台卡车的物资封准会当入去。因为无物件食，民生困境真严重，抢物件的事件一直传出来。日本加沙中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仓库，或一大堆民众闯入来，集体把各种物资搬走，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呼吁随扩大粮食援助的规模，才会当让民众安心。目前封准会当伫东
地分发物资的除了联合国，还有一个关岛争议，是美国和以色列支持成立的新单位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 GHF， 伊是使用美国的慰安包商涉过联合国甲基金物资发放的地点，讲是为了要防止哈马斯偷摕，但是这造成民众必须要搁一摆闪动，也是行真远才会当摕到补给。洪批评讲是透过临时的发放加深以色列的占领控制。这个单位伫加沙的南部拉法的仓库，而且嘛，互民众拢入去取物件，造成47个人受伤，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部队开枪造成的。联合国批评 GHF 是造成物资无平均的乱象，袂当安尼做，而且无道德。联合国巴勒斯坦的代表曼苏尔伫安理会发表演说的时阵，讲到加沙的囡仔因为无物件食和战火死亡的时阵，因为伤艰苦是规个吼出声。Excuse me, Mr. President. I have grandchildren. I know what they mean to their families. And to see the situation of the Palestinians without us having hearts to do something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any normal human being to tolerate.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已经满600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日前宣布讲，以军已经消灭哈马斯在加沙的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辛瓦。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伊推动对顶关税政策，28时是和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做出裁定，讲川普这项政策是违法的。这已经是超过总统的宽限啊，所以爱伊随动点。因为川普另外，伊的马子大好家人马斯克嘛是因为不满川普即马减税政策，所以已经对外表示伊要辞掉政府顾问的职务。You know, you think of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 they rip us off. It's so sad to see. 4月初2所谓的解放日，川普伫北京玫瑰园提出这个手棒了后，全球经贸陷伫重大乱流。也毋过联邦级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礼拜伫纽约曼哈顿做出裁决，判定川普扣全球关税是违法的。理由是川普政府无权利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中国扣30%关税，对为墨西哥甲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扣25%关税，参对大多数进入美国的商品扣10%的基准关税。法院也下令予行政部门10日的时间停止相关扣税定数。这项诉讼是由美国几啊间企业甲几啊个州所共同提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3位法官伫判决中指出，这种做法会无稳准，不是因为伊无明智，也是无效，而是因为联邦法律并无允准安尼做。消息传出，各界反应热烈。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史丹顿发文表示欢迎。俄勒冈众议员德克斯托也讲，这是全体劳工家庭的胜利。北京副幕僚长米勒是受气的发文，这场司法争辩已经失控。北京对此已经提出上诉，所以若法律一路行落去，中期尾可能会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虽然川普本人也未回应，也毋过礼拜一互记者问到，最近美国华尔街有一个流行的话 ，Taco， 川普 always check now， 用来考试川普总是临时退休，川普一开始也无啥知影意思。I kick out. Oh, and then I chicken out. I've never heard that. You mean because I reduced China from 145% that I set down to 100 and then down to another number? 了解塔克的意思了后，川普明显当受气，批评记者牙刀探牛病。6 months ago, this country was stone cold dead. We had a dead country. We had a country people didn't think it was going to survive, and you ask a nasty question like that. It's called negotiation. 除了关税，核心政策互法院全部否定。另外，吹向川普的正方是伊的第一马子马斯克。伫一段阿伯报酬甲 CBS 电视台的专访中，马斯克直接讲家己已经离开政府部门，并且也对川普的大个税减税计划失望，因为伊毋但会增加联邦赤字，也会使伊降低的政府效率部努力加做小破气。礼拜当互记者问到马斯克的时，川普完全闪避毋讲，只讲伊的大个税法案特别送至参议院，也顺便批评民主党讲因一票也无投，拢是一定歹人。公司新闻洪荣伟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辉达即马计划伫上海来设
研发中心。也毋过有美国嘅联邦参议员对这件代志表示关心，认为飞弹的这项计划牵涉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所以要求飞弹就要对外讲好清楚。飞弹是对外表示，进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居家办公，即马是因为员工要登去办公室上班，所以找一个所在尔。工作范围无改变，先进的晶片嘛未送去上海。来关心日本的首相是泡沫，和美国总统川普讲电话讲要半点钟，双方因是针对关税谈判有达成共识。日本首相表示，6月中伊会去加拿大参加7大工业国峰会，总讲有必要买当先去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日本的官员是表示，这届协商比之前更较深入，但过并无愿意讲细节。来看印尼倒是，中国嘅第影音平台 TikTok 去年是以美金8.4亿，甲印尼上大嘅电子商务平台甲买落来，市场即马伤过集中，可能有垄断嘅风险，所以因当地调查敢有违反竞争法。继续关心监测院公务车的风波是继续在逼，即马新北市议员林国春就也讲，国务监委林旭荣，伊是用公务车来送伊的亲戚朋友去机场，而且伊已经去北检告发。也若针对这件代志，监委林旭荣也无出面回应。新北市议员林国春下晡到北检指控监察委员林旭荣涉嫌乱用公务车，伫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业涉嫌乱用公务车接送爱犬去做美容。监委所列经济公务车看起考了后，监委林旭荣嘛好亲像用公务车，伫非公务时间也甲非公务用途接送亲友往回机场。可以用公务车来载狗吗？可以用公务车来机场接送吗？这完完全全违背了中华民国我们公务人员的观瞻。公车适用是要负起法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林国春质疑监委应该有国法权的道德标准，这种行为若伫地方公务人员身上发生，早就记告、定处，还是移送法办。嘛话讲林旭荣讲好清楚，实际打电话予监委林旭荣出稿前，拢还未得到回应。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你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监察院公务车使用风波引起社会观感无好，那为吴宗宪后礼拜一要伫立法院司委会排定防止公务员渎职的宣布。头一个邀请列席名单就是监察院秘书长上尊李俊业的意思正当。立委吴思瑶认为该检讨就检讨，不过外界嘛关心监察院敢会立案调查。这个是涉及事务，要怎么立案调查，我不是很清楚。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看公告。所以知道的不会比各位多太多。叶台华嘛进一步表示，因嘛是看到公告才知影，详细情况未比外界知影搁较侪，一切尊重。相关的问题也是爱问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目前就是为6月初2开始到卸任，拢未有个人公务车，出公差会做伙坐公务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台南嘛有争议，这是台南有议员讲，伫台南市的消防局因为一台载前的勘查车，若这个勘查车牌摕落来了后，就是一般的轿车，所以有风声讲有内部的公务员甲当作私人的轿车在用，甚至佮甲车驶去无适当的所在。也有民众即马嘛有人定情讲，消防人员有人收红包，目前市府的政风处拢在调查。出去车贴，一walk进车门就直接吸到。顶面的名条表示，台南市消防局载前勘查车，另外一边是写关键人的名单，也毋过只要摕落来车驾私人的车同款，平台接到定情。这台由二小关键的公务车，亲像方公器私用，几下摆互人看到出现伫无应该出现场所。我们来看所有的大队，只有这个大队这台车是这样，放一个磁吸式的在那边，用意何在？那到底我们的消防局有没有去了解到说？他出勤的时候有没有登记？他去哪里有没有登记？甚至连上面的一个警示的灯也不见了。民代讲，真侪先行人关车互消防局过去，捌听过车身的名条标示开落去，就这台车的名条大无2个月就落去，改用出去车贴来取代，互伊真怀疑，要求市府彻查，也接到民众反映。消防人员亲像收红包，这不仅是情跟理而已，这法所不容了。所以说，因为送的人有，收的人有，中间的钱到哪里去？这我觉得应该就应该要查出来。那对于勤务车辆捐赠标示，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
针对公务车使用部分，也将加强稽查。防指控的公器私用的车，属于台南市消防局第5大队。队上目前有6台载前勘查车、大队部大队安检，各配拨3台。市府回应，无管将公务车使用还是收红包拢已经违法，而且市府政风处、消防局政风署等单位全面彻查，也会全面盘点局内受证车辆、确保车辆标示完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4年前，台铁道路股自强号败马，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工地主任李继雄以1审判判7年10个月，伊讲华文好无罪。昨昏2审宣判，李继雄加重判刑，改判12年6个月，华文好同款无罪。我们希望法院可以让李义祥和华文好承担起他们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也希望这个宣判可以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所交代。案发之前外日，相信无消息对离世亲人拢是思念。2021年4月发生的台铁太鲁阁败链事故，带走49条性命。出代志的工地主任李玉祥以审判判7年10个月，伊讲华文好无罪。此案经过理性审理，立告改判李玉祥12年6个月，华文好为之无罪。不管判得再重，刑者大概就是这样啦。对吧？再怎样也都是没有办法换回这49条人命啊！李继祥方加大判刑，一大关键理由是合议庭认定，伊伫出代志了后无随通报救护，颠倒捌离开事故的辩驳，除了犯下过失致死罪甲妨害投标罪，搁加以肇事盗摇论罪。华文好会当判无罪，其中一项理由，因为合议庭认定伫大货车对伫铁轨路进前用乌头机拖救大货车的行为是李继祥家己决定，华文好并无参与。运安会里面说到的是华文豪向李义祥提议说，我们用挖土机来拉车好不好？难道这就不是一个一同协力一起造成这个事端的过程吗？其实过去审理阶段，罹难者家属的委定律师几下摆主张会当调无作为杀人罪谈判，也毋过合议庭将其尾无采纳。他跟408车是应该是完全没有认识啊，也没有什么任何动机啊，所以无法认定说他有一个要杀人的动机。那认为李义祥应该无杀人的动机，判决也点出，为时间车辆对路甲列车相撞，前后无超过1分半。李义祥因为突发意外真惊吓，无时敲电话喊救，真歹单靠这点认定有失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检方最近甲一间食品公司洗出业者起诉，因为伊伫2012年4月有进一批猪排，卖无了过期啊，叫员工改日子继续卖，有上万块猪排，上长已经过期2年啊。卫生局警员去生产卖场稽查，业者提出现场的肉品，原来因捌进货一款猪排，后手煞收到通知有安全记录，全部回收退货。随后调查局随个赶去位伫中华县的食品仓库，甲工作人员详细核对资料了后，将现场的货物一一查封查登去。业者红掠包被过期2年的猪排回收的库存，也有达到9020片的猪排。被告不甘损失，竟然指示该公司员工或利用外籍劳工，以去自由将原印制于商品上之生产日期及有效日期擦除后，重新印上不实日期。根据了解，是一名食品公司生产业者伫2020年4月7日18，向南部30年老牌肉品公司进货5860包，加1860包，超过2万片的猪排，伫2022年9月16过期了后无卖完，竟然叫员工该有效日期标签了后继续卖，佮陆续出货到台南、高雄、新北甲云林等地，一直到2024年10月，生产业者的上游进口商南部老牌肉品公司发现伊报案，代志接别行。肉类的食品因为富含蛋白质所以一旦腐坏或者说保存不当的情况之下，当然会引起非常严重的一些病原体，像是李斯特菌或者是像沙门氏菌这类病菌的滋生，都会引起我们严重的败血症。本署检察官认为，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予以起诉。根据统计，已经有超过1万片过期1个月至2年的猪排，互民众食落肚。
高雄地检署认为，性产业者经济重大，佫会危害人体健康，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定罪将伊起诉，佫请法院对性产业者判重刑2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创意书房违法卖一寡未成年的私密影片，台中的检方去年有起诉6个人，内底有一个是姓陈的补习班老师。台中地方法院昨昏一审宣判这个老师12年有期徒刑。台中地检署侦办创意书房性影像网站，对大量的会员内面发现台北市姓陈的查甫人，伫做补教韩国小的代课老师的时阵，涉嫌骗收未满14岁的少女，佮伫补习班的便所用塑胶管啊含喷味喷灌装监控摄影机，偷翕30个各中小的查某学生和查某同事。台中地院2到1审教儿童和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判以12年。诚信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被告行为共计5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本案仍得上诉，全案尚未确定。姓陈的查某人伫偷翕影片了后，用电脑合成其他的人的性影像，透过通讯软体 Telegram 传去群组和创意书房的社群。人本基金会认为讲，即马请补习班老师和管理的制度有真大的疏失，业者敢若会看老师的良民证，应该建立儿童工作证的制度。现在补习班的部分呢，它只有良民证，它只有省良民证，所以我认为补习班的老师必须要有一个管理制度。好，例如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儿童工作证，通过国家的认定之后，他有资格从事儿少工作的人，他才可以应征到补习班。否则的话，现在的补习班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洞。台北市5月8通过公共场所防止监控摄影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公共场所的业者应该逐个月实施反监控摄影的政策。内容基金会是认为讲，业体规范和管理恐惊是对袂着科技的变化，应该先对教育来开始做，让全民了解风头翕的知识。尊重个人隐私。这个数位的时代，隐私这件事情跟影像这件事情需要被尊重，且去清楚知道这个部分不能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有他的责任跟刑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制止的效果才会出来。在去年11月案件起诉了后，姓陈的查甫人是1审台中地院而且羁押，事后伊主张已经全部承认犯行，嘛含其中3个被害人和解赔偿，而且必须车养老爸老母含少岁查某囝2摆申请停止羁押，拢互法院驳回。1审红重判12年，专案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伤甜、伤咸、伤油对健康拢无好。有调查就显示，有9成的人认为高糖、高盐、加高油的物件嘛，爱有警告的标识。嘛建议政府爱参考国际来扣糖税，推动健康的台湾。路边的饮料店四界拢是，一个民众3不5时想着买一杯。台湾健康联盟有针对民众做一份减糖申请外调查，根据统计，有39.9%的受访者一礼拜啉3届以上的无糖饮料，有9成的人认为针对高糖、高盐、高油的食品爱有警示标识。民团呼吁政府除了爱落实警示的标识，嘛会使参考国际做法来建议糖管糖税制度，促进健康台湾。多吃糖我们都知道影响健康，包括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癌症。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政策。就是定价区隔，你不能卖一样的价格，那也没有违反什么嘛，本来加糖，糖有成本嘛，糖捐、糖税，到底这个制度要不要来推动？那我们是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73.8%的民众是支持的。为什么要收这些钱？就是其实希望投入在健保跟食安的一个预算上面，让我们能够大家更健康。针对 NGO 团体对警示标示的建议，是由数是回应讲，政府已经有公布 FOP 包装食品的正面营养资讯，让消费者会当知影讲，伊买的产品热量和营养素的含量占一日参考量的%偌济。不过，未来拍算的以3种食水来区别，让民众一看就知影讲，什么是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品，来促进对健康食食的意识。其实，在102年就有公布一个食品营养的正面标示，简称 FOP。那它是比较单调啦，就有2个颜色啦。那现在欧盟他们是有3个颜色，所以我们会用颜色让消费者容易来区分。绿色你就安心买，红色尽量不要买。民团和医生拢呼吁政府应当爱提出有效的减糖公共政策。食药署表示，为着民众的健康，伫咧食品标识和减糖议题推广的部分，会继续和消保团体、NGO 团体来合作沟通，制定方便民众健康管理的政策。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
咱国内骑铁马比例在下降，也毋过囡仔人骑铁马死伤的人数却直直增加。有立委和路权团体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爱修法，规划更较完整的政策。民众在路骑脚踏车，若看到路边的车要开车门，就会闪起中的车道去。这是真侪骑脚踏车的人会拄到的情形。脚踏车作为简单的上下班的工具，骑的人常常拄到道路设计发挥无合理的困境。立委林月琴联合民间团体骑脚踏车上下班的人，赶伫咧6月初3世界自行车日进前开记者会。我亲身体会到台湾交通政策当中的矛盾，基础设施与交通法规却传达出完全相反的这种讯息，就是骑自行车并不受到欢迎。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亲身到场说明，根据交通部统计资料显示，全国脚踏车使用率自2009年的 5.6% 降到2022年的 3.3%。也毋过，7岁到17岁儿童少年骑脚踏车造成意外伤亡人数，则自2020年的3946人，成长到5644人，加4成。若是单方面的鼓励民众骑自行车，却没有同步的检讨跟改善道路的基础建设，包括四处安全的空间，严格取缔。另外，金呼吁应该提出具体应用对策，包括修正无合理的法规，建议将车超车的侧向安全距离自即卖半公尺提升到国际标准1公尺半到2公尺，一共提出全面性的自行车政策，加强化骑脚踏车的教育跟文化，伫各中小加强教育。从观光的角度先出发来做鼓励自行车骑乘，这是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行的方向哦。那其实，在自行车的实体建设上，我们跟内政部一直有在合作。另外，针对着脚踏车道的维设，各都市也讲，拓宽人行道困难度较悬，也较容易有民众反对。目前内政部有伫咧推展行路人优先区，希望会当做到共享道路，争取更加好的道路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时代咧进步，电子册愈来愈时行。清华大学图书馆宣布因成立公益数位阅读平台，包括研究报告、自然记录、文书资料，甚至一寡无出版也是已经绝版的册，皆拢有，而且会当伫网络看免钱的。伫电脑找到家己想要看的册，点者会当看到精彩的内容，其中有袂少拢是毋捌出版，也是已经绝版的册。平常时真歹伫市面上找到。清大图书馆透过数位典藏，那提供民众通线顶阅读，而且完全免钱。阅读本来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让不用走进图书馆就可以在家手机打开就可以阅读，那一定可以增加阅读的数量。学校有提供的线上图书馆平台去看的，我也不会借实体的，就是也比较便利，但是确实阅读上会比较累啦。但是我觉得便利大于一切。各个大学还有机构的图书馆啊，都能够见贤思齐啊，大家一起合作，让社会啊能够在阅读方面能够多一份珍贵的资产。目前典藏内容包括教育、科学、艺术、甲地方文书等等。譬如讲，以这本题绘作品来讲，内底就记录台湾800多种题绘历史甲品种。即马透过平台，互更加侪人知影。它里面的内容，好，当然会有目录，然后这是当然是它的前言简介，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它的各种说明啊，那这个都非常的细，各种它每一个品项它的各种名称，对，然后它的习性啊，这些东西都会详细的记载。清大图书馆表示，也欢迎外界提供家己的作品授权，好好收藏。只要是完全的内容，作者愿意授权开放线顶阅读，拢会当提出申请。希望透过数位化，和收藏的电子册愈来愈丰富，和知识代代传落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5日这加早，美国在地协会高雄分处长张祖霖就和棒请美国阿勇两个美国人引用全台语，即马翕一支影片来小解北部长甲南部长。评价南部长，来国家，哇，
你真是点点食三碗公，啊，咱保长真好食哦。我刚才在导游部队看。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处长张主任甲帮请美国阿勇，两人用台语你一句我一句，开讲的主题是上应节的南北粽大车饼。那食北粽那配花，有时阵佫用热克拉瓜来互相烤洗，趣味的活动画面得到济网友的学乐，讲因两人真在地，真有台湾味。都民众讲，外国人的台语竟然讲甲这么好。讲了就认真，那比台湾人更加厉害。你本身敢会晓讲台语啊？小可尔。啊，你感觉你甲伊比起来？感觉伊较厉害哦。你好，食饱未？食饱。这日问马上就是一句亲切的台语，食饱未？张处长2年前来到高雄就任，为着要融入高雄的生活甲文化，伊唔那逐礼拜拢会甲老师学台语，嘛常常用台语去消解高雄的特色甲景点。伊的草地开口也影响到身躯边的同事。我刚才在导游部队看，听不出大富贵，很多，还有不是手艺也是，比如说我还说啊，拍摄我有比较时间。如果比国人说这样的，真的很有意思。或者在市场的时候就开玩笑说：“哎呀，兄贵啊，我不是怕那。”这都是开玩笑，但是跟人的人的关系更密切。处长因除了翕影片、食肉粽以外，也专工带队去参加5日节高雄市办的白龙船比赛。处长讲：“生笑讲，因的目标不是冠军，只要打败高雄市区队就好。”记者柯家如柯昭雄高雄场报道。囡仔伫中华受民间团体去学校教学生囡仔肉粽，一部分的肉粽会当互学生囡仔摕转去食，另外一部分要送互弱势民众。先甲粽盒凹做三角形，然后较饭放肉粽鸭。5日节就要到啊！中华有学校甲民间团体合作举办白肉粽做爱心的活动，为少学生仔拢是头一届白肉粽，感觉真趣味。无肉粽，今仔日我是头一次吧。今仔日阮来包肉粽，我想要送互迄一寡需要帮助的人，我感觉即摆最有意义的。真人基金会中华站表示，因主要是咧服务社会便利户甲有路无厝的人。这边伫5日节进前募到500粒的肉粽材料，请志工来学校教囡仔人白肉粽，除了互学生体验过节气氛，嘛会甲学生白的肉粽送互较弱势的人。即摆囡仔甲我大人拢可能无包过肉粽，仁安基金会来阮太和国小教囡仔白肉粽，互囡仔学会晓白肉粽了后，可会使甲爱心分给有需要的人。伫迄咱的大都市，有较侪遮机会，会使互一寡人知影讲因足艰苦的。但是伫咱中华遮机会是较少的。咱嘛希望讲咱的乡亲父老会使做伙来帮助咱遮的较善遮、较可怜的人。真咱基金会表示，伫家路生活流浪者多数是因为经济、身体、家庭问题这原因，为民众因为无啥了解，所以对这艰苦人、寒暑有路无厝的人会有负面的印象。基金会配合节庆办活动，嘛希望大众会当加来关心弱势者的相关议题。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文化新闻来关心已经过身的国宝级歌戏艺术诞生，伊规世人拢注心伫歌戏，注重古册戏也有传承。团结中心即嘛完成一支艺术的纪录片，未来影片会放伫网络。纪录片当中的歌戏国宝艺术诞生，伫2024年4岁才到92岁。诞生以郑秀成出名，一生拢奉献予歌戏，真注重古老戏的演出和传承。伊的拿手戏包括《无限杀车》《三百英大等等。为着要记录伊的歌戏人生，传统艺术中心自2023年开始规划诞生的纪录片，到今年总算完成。希望让大家更认识、更回顾陈老师的一生，而且也更了解歌仔戏在一路上，他在每一个歌仔戏的转变的这些过程当中，陈老师他所占的关键位置。
纪录片内底收录真侪诞生早期珍贵的影片和录像片，甚至也亲身中现带加出3种出世的唱念和脚步手路。纪录片透过专访回顾诞生的一生，嘛对后生艺生啊，有合作过艺人等等不同角度来看诞生对歌戏的热情和挂念。我回过头来看我妈妈，真的是我真的很佩服她。佩服她的原因就是她从一个剧团的业务、演出者、管理者，再加上财务，几乎都是一个人全包。就自上阿嬷，但是伊教实在是为什么就怕？伊嘛会等剧本。啊，不过老师教的时阵就是讲，甲别个老师教的无关系，讲别个老师拢是爱看剧本，但是邓老师是免看剧本的，伊的剧本是拢记咧伊的，就是讲咱讲的北来。传统艺术中心表示，为着要甲艺术的形影保留落来，因这几年拢打拼伫规划以艺术为主角的生命史影像。即间上遗憾的，就是未赴伫咧诞生艺术在生的时，互伊看到纪录片的完成。不过未来影片拍算会放伫咧网络顶，甲这的珍贵影像，互愈侪人看到。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上北的世总运，即摆咱台湾嘛有听众选手去展现实力。捌伫听众奥运乒乓摕到金牌的杨英宗、郭岳东，因伫世总运即摆的倒球男子双打，因是摕到银牌，而且还有几名听众奥运的选手嘛有真好的表现，同齐来看。曾永迪甲其他的选手排几排，等下要起跑，计时开始，随冲出去，哪看地图，哪向前走，速度更加连记者拢强要得袂着。定向越野是一项融合着体能加头壳的运动，选手才靠地图加指北针，将顺序通过所谓检查点，才能顺利到终点，是时间加方向感的竞赛。我就为了那个日本金刚奥运做体检准备的训练。所以跟那个世界壮年运动会的选手，然后来竞争，看我哪里有哪些地方不足，所以来检讨。就要代表台湾参加11届东京听力障碍奥运的曾永迪，用这边世总运调整状态，短距离摕银牌，中距离摕铜牌，唔拿摕牌，也互家己增加真侪信心。同款也是听力障碍选手的郭家碧，也伫定向越野摕好成绩。伊捌伫咧2009年台北听力障碍奥运摕金牌，今年参加世总运，搁伫咧短距离项目摕到金牌。我4月26日因为打篮球左膝韧带断裂，我休息了1个月都没有练习。随着比赛日期的接近，就赶紧练习，然后来看看比赛表现如何。伊以前是练电竞，唔但伫定向越野摕到好成绩，也伫咧研究项目摕金牌、铁饼摕银牌，展现强大爆发力加全方位的实力。自听力障碍奥运转战到世总运，这群选手用坚持加实力证明，无论舞台安怎变化，因的热情加斗志是永远拢袂改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也来为着要互目睭看无的人，买当感受世界有名的图。英国即马有一个目睭看无的更钦家，伊就找专业的音乐真师，替世界名画打造属于700位的音乐甲声音。所以呢，亲像达文西的蒙娜丽莎700图，即马嘛会当用听的。英国时装更勤俭作曲家戈德因为环保病变受到损伤，伊用这叫做故作之声的音乐唱法，是因为家己伫欣赏画时阵无法度看甲正清楚。When I go to art museums, I can get a broad sense of what a painting looks like, but I don't see a huge amount of detail. I struggle quite a lot. 戈德随英国 BBC 下开音乐创作团队、新广播音乐工作室合作，佮结合杜比音效传调技术，透过音乐甲特效、视觉因感觉的艺术元素，制作用听的名画，亲像达文西的作品《蒙娜丽莎》。不过，戈德感觉受感觉的是莫内印象派画《水莲花》。We thought it would be fun to use the notes and then turn them all into water drops, but retain the pitch of them. 柔和梦幻的琴声配合水波音律，要彰显印象派画平静甲柔美。另外，孟克的作品《大画》是透过震动琴声，营造焦虑的气氛。
I made all the elements constantly wave back and forward, so everything felt unstable and wobbly and like curved like the paint did. And it's really amazing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dialogue with this incredible iconic piece of work. 用全新角度欣赏和理解一百回，对于所有人来讲，拢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个活动收集也全部关乎英国皇家钢琴协会。 And once people experience this and kind of buil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I think it will fuel interest and excitement in. 透过宽饶音效科技，人亲像被包围伫一个无形的3D 音场当中，人甲艺术品之间亲像加一个新的连接。公司新闻红如梅朋友。来关心各地头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 外岛20度至28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这10几年，你到底是怎么？